創世記第7章，洪水審判的經過。耶和華對挪亞說：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，因為在這世代中，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。凡潔淨的畜類，你要帶7公7母；不潔淨的畜類，你要帶1公1母。空中的飛鳥也要帶7公7母，可以留種，活在全地上。因為再過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晝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種活物都從地上除滅。挪亞就遵着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。當洪水泛濫在地上的時候，挪亞整600歲。挪亞就同他的妻子、他的妻和兒子、兒婦都進入方舟，躲避洪水。潔淨的畜類和不潔淨的畜類、飛鳥並地上一切的昆蟲，都是一對一對地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亞那裏進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亞的。過了那7天，洪水泛濫在地上。當挪亞600歲2月17日那一天，大淵的泉源就裂開了，天上的窗戶也被開了。40晝夜降大雨在地上。正當那日，挪亞和他3個兒子閃、含、雅弗和挪亞的妻子和3個兒婦都進入方舟，他們和百獸、各從其類、一切畜生、各從其類、爬在地上的昆蟲、各從其類、一切禽鳥、各從其類，都進入方舟。凡有血肉、有氣息的活物，都一對一對地到挪亞那裏進入方舟。凡有血肉進入方舟的，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亞的。耶和華就把他關在方舟裏頭。洪水泛濫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漲，把方舟從地上漂起，水勢浩大，在地上大大地往上漲。方舟在水面上漂來漂去，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。水勢比山高過15尺，山嶺都淹沒了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，就是飛鳥、牲畜、走獸和爬在地上的昆蟲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氣息的生靈都死了。凡地上各類的活物，連人帶牲畜、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，都從地上除滅了，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他同在方舟裏的。水勢浩大，在地上一共150天。